我哋人類咧，其實係有三重大腦嘅喎，理智腦、情緒腦同埋本能腦。本能腦因為源於爬行動物時代，本能腦咧又叫做爬蟲腦。本能腦嘅結構係好簡單，只有一個原始嘅反射模組，可以俾爬蟲類動物對環境快速做出本能反應。譬如就係話遇到危險嘅時候咧，就會戰鬥或者係逃跑；遇到獵物就會捕食；遇到心儀嘅異性就會追求。簡單嚟講，就係主管我哋嘅本能。情緒腦到咗大約2億年前，地球開始出現哺乳動物，佢哋為咗適應環境，逐漸進化出情緒。有咗情緒，哺乳動物就可以喺惡劣嘅環境之中大幅咁提升生存優勢。譬如恐懼嘅情緒可以俾自己遠離危險，興奮情緒可以俾自己專注捕獵，愉悅情緒可以增強同伴間嘅親密度，傷心情緒可以引嚟同情者嘅關愛等等。呢個喺大腦發展出嚟嘅一個獨特情感區域，腦科學專家稱之為情緒腦。理智腦直到7萬至20萬年前，人類先至真正喺大腦前額區域進化出新皮質，成為一個無與倫比嘅腦區。佢令我哋產生語言、創造藝術、發展科技、建立文明，從此喺呢一個星球上面佔有絕對嘅生存優勢。呢一個主管認知嘅新腦區稱為理智腦。喺我哋嘅大腦入面，由內至外至少有3重大腦：年代久遠嘅本能腦、相對古老嘅情緒腦同埋非常年輕嘅理智腦。好顯然，我哋嘅大腦並唔係預先設計好㗎，而係好似一台左搭右搭組裝出嚟嘅電腦。主機板呢就好舊㗎啦，顯示卡都係好舊，但係中央處理器呢就係新嘅喎。所以3重大腦一齊做嘢嘅時候呢，必然係會出現好多相容性嘅問題。高階嘅理智腦係人類所獨有，佢令到我哋有遠見、善於權衡，能夠立足未來，獲得延遲滿足。從呢一個角度嚟睇，本能腦同埋情緒腦確實係比較低階一啲。不過理智腦雖然高階，但係比起本能腦同埋情緒腦，佢嘅力量實在係太弱小啦。除咗因為理智腦相對本能腦同埋情緒腦嘅發展歷史係短好多之外，亦都因為喺我哋成長嘅歷程，理智腦嘅發育亦都係最遲嘅。當中一個更加重要嘅原因係，本能腦同埋情緒腦雖然睇起嚟好低階，但係就掌管住潛意識同埋生理系統，時時刻刻掌控我哋嘅視覺、聽覺、觸覺，掌控住我哋嘅呼吸、心跳、血壓。所以佢嘅運行速度好快，至少可以達到每秒1100萬次，堪稱可以媲美當今世界上面運行速度最快嘅個人電腦。而理智腦嘅最快運行速度只係每秒40次，相比起嚟咧，簡直係太弱雞啦，而且咧仲好高耗能添。所以我哋喺生活之中做嘅大部分決策，往往源於本能同埋情緒，而並唔係理智。喺我哋進化歷程之中，為咗生存，原始人要盡量節省能量，好似思考、鍛鍊呢一種耗能高嘅行為，都會被視為對生存嘅威脅，會被本能腦排斥。畢竟喺原始社會之中，如果唔可以節省能量、及時行樂，話唔定呢有邊日就會俾野獸食咗啦。所以唔使用腦嘅娛樂休閒行為呢，就深受到本能腦同埋情緒腦嘅歡迎。由此可見，本能腦同埋情緒腦嘅基因一直都俾生存壓力塑造住，所以天性就係目光短淺，傾向即時滿足。亦都因為佢哋主導住大腦嘅決策，所以呢一啲天性亦都成為人類嘅默認天性。所以一切都明朗啦，我哋做唔成事，並唔係因為願望唔夠強烈，亦都唔係意志力不足，而係因為目光短淺、傾向即時滿足嘅默認天性太過強大。例如，我哋明知道高糖高熱量嘅食物係唔可以食咁多，但係總係諗住食埋今次先算啦。
我哋明知道沉迷手機唔好，但係總係放唔低部機嘅。每次理智腦同本能腦、情緒腦對抗嘅時候，敗陣嘅總係理智腦。甚至有時候佢都仲未嚟得切啟動，身體就已經俾本能同埋慾望挾持咗啦。所以作者認為成長係克服天性嘅過程。基本上我哋人類係生嚟就混沌，根本原因在於我哋出世嘅時候，理智腦係太過薄弱啦，無力擺脫本能腦同埋情緒腦嘅壓制同埋掌控。而覺醒同埋成長就係令到理智腦盡快變強，以克服天性。邊個可以喺呢一方面主動，就可以喺現代社會之中佔有更大嘅生存優勢。所以我哋要設法令到理智腦變得強大，咁樣先至可以消除混沌，走向成功。所以作者話，人生係一場消除模糊嘅比賽。當我哋知道咗大腦分為唔同嘅功能，就會明白點解人類會傾向避難就易。